28、29、30， 30歲，歡迎你。從少女到女生到女人，30歲唔係關口，係一個路口，等你一步一步成就女人嘅成人禮。你終於可以飛得起，放得低，用你嘅歷練放低你唔需要嘅糾纏。成日掛住一個人，不如決定自由自在一個人。用你嘅能力放低嗰份唔想做好耐，但又做咗好耐嘅工作，唔再 OT， 唔再 say yes。用你嘅意志一寸一寸放低身體裏面多餘嘅重量，掏空，然後拾回。問一問自己，有幾多你曾經珍惜嘅嘢，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？18歲嘅時候，你想象中嗰一片天空；22歲嗰一份堅持做自己，傻傻地又蠢蠢地嘅衝動；25歲嗰一份一半生一半熟嘅心動；30歲就用你10分嘅智慧，拾回最初嘅模樣，拾回再重生。再俾個機會自己，你想做一個點樣嘅自己？行出去，開始一段唔知會點發展嘅冒險，選擇另一條好難行但又好想行嘅路，定義另一種你想要嘅幸福，重生面上嘅笑容、力量、光彩，重生成為自己喜歡嘅女人。士林30週年，同你一起由內而外，幫身與心放下、拾回、重生。而家就即刻 click 入嚟，展開你嘅女人成人禮啦！